啊！成塊假天花凹晒喎，而家咁點搞啊，大佬？如果冇假天花，可能嚿石屎跌落嚟砸親我哋屋企人咁樣，可能後果好嚴重咯。我再打開嚟睇咧。個窿大概有1尺乘1尺咁大㗎，我師傅嚟睇下上邊嘅情況係點樣啊？即係而家呢度有個窿，需要建議嘅呢個位又你冇身份去質疑我哋嗰個冇身份。喂，你整完如果唔穩陣咧？穩陣喎！嚇，你整完唔穩陣咁點啊？整完即刻冧，係啦，裝修佬都係咩？啊！鑿穿樓下，鑿到個窿出嚟啊，影響到樓下，應關我哋事啦！早排我哋報道過，屯門有個私人住宅單位嘅天花俾人鑿穿咗個大窿，業主施小姐同樓上單位嘅裝修負責人溝通維修方案嗰陣，遭到唔禮貌嘅對待，不歡而散，引發網民嘅熱烈關注同評論。而屋宇署當時向樓上單位發出咗命令，要求恢復原狀。咁個半月過去咗啦，施小姐嘅廁所天花嘅大窿究竟整翻好未呢？嗰啲鐵線就綁住喺嗰4條木方度，晒啦。係咁嗰4條木方係點樣？就咁樣放喺度嘅啫，定係有冇食住㗎？綁住晒啦，實晒啦，喐都唔喐㗎啦。而家佢哋都淨係用塊木板嚟擋住個天花咯，就係話佢哋係臨時保護措施。你自己認為安唔安全啊？我其實每一日都心驚膽戰咯，因為有陣時佢哋上邊咧可能都會有啲動靜啊，咁我都會好擔心、好驚咯。呢個臨時保護措施就係喺樓上單位嘅地台用4條木條砌個井字，再用鐵線吊住樓下塊木板，用嚟遮住個大窿。呢塊木板睇落都幾重㗎噃。咁我哋上次見到啲鋼筋已經嚴重鏽蝕，石屎都呈碳化狀態，樓板有倒塌嘅風險。咁究竟而家呢個措施係咪真係保護到施小姐㗎？咁我哋見佢咧就用呢條鐵線去吊住嘅，咁木板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啦，咁就單靠呢幾條鐵線就梗係唔理想啦。紮埋一齊咧，都係好容易可以屈到嘅喎。另外就由於加重咗樓板嘅負荷咧，咁就如果萬一樓上個樓板倒塌嘅話咧，就連埋塊木板一齊冧落嚟㗎啦。以你建議啦，應該點樣做咧？如果正常嘅話，我哋就會用牆身造力咯，喺牆身度落木方。然之後就再放塊木板上去，萬一樓上再冧石屎嘅話咧，咁塊木板都有足夠嘅承托力去頂得住啲石屎咯。嚟緊會點樣去維修，或者幾時維修啊？因為過年之前咧，就屋宇署都每個幾禮拜咧都會有同事同我 update 嘅，即係話大概佢哋傾緊啲方案，但係就未傾好。點解已經過咗個半月，仲未傾好點整嘅？屋宇署當時將樓上修補工程由2級升為1級小型工程。根據屋宇署小型工程監管制度，進行1級工程嗰陣，要有定名建築專業人士入紙申請。呢啲專業人士必須係認可人士、註冊檢驗人員、註冊結構工程師或者註冊岩土工程師，同時要向屋宇署呈交合乎建築標準嘅圖則同埋計算資料等等文件。譬如呢個案例啦，佢成個石屎地台都係爛咗啦，連穿晒，佢周邊啲石屎都變得非常老化，結構改動係大啦，同埋施工個質量監督嘅要求咧係要特別高。牽涉到仲有一啲嘅材料嘅選用，同埋有少少設計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呢個就一定有定名專業人士去幫手，所以一定要擺入去1級嗰度做。何生話：坊間好多人以為1級小型工程要等屋宇署審批通過先至可以開工，實際無論1級定係2級，只要開工之前提交文件就可以動工。遲遲未維修，多數係因為工程嘅複雜性，需要時間設計施工方案。你開工前7日之前，一定有定名嘅專業人士啦，做個設計交俾屋宇署，跟住等佢備案存檔，跟住7日後你先開工。14日內要報完工，嗰啲專業人士咧，你要保證個工程施工係呢個妥善。因為今次工程比較複雜，為咗令觀眾易啲明白，何生同我哋展示咗施小姐屋企天花嘅立體模擬圖。咁如果要重新修補個天花，有邊方面要注意呢？好大部分嘅石屎都破損咗啊、老化，甚至係碳化晒，亦都好鬆散嘅。
就咁睇落，起碼都有我諗有70%樓板咧，其實要移除嘅，要做一個好重要嘅咩咧？重鋪嗰啲鋼筋，鋪嗰條新嘅咧，我就唔可以就咁喺度起點就駁到呢個頭尾就算啦，要重疊有我哋叫做起碼有1尺啦，300mm 係最少嘅要求㗎啦，頭尾都要重疊喎，再落翻石屎包翻住佢。咁你用個石屎咧，就將2條鋼筋基本上力可以傳導到啦。即係呢一個其實係最重要嘅一環。呢個係最重要一環。上次報道播出之後，觀眾對於聽到樓上有樓上整唔關樓下事嘅說法都感到憤怒啊！其實假如工程一旦展開，由清除打鑿老化樓板、重鋪鋼筋到水泥完全乾透，需時都要1個月至個半月。期間上下層嘅單位廁所其實係同一個施工空間，工人亦需要進出樓下施小姐嘅單位，對於施小姐嚟講都造成好大嘅不便。安排住嘅地方啊，係咪佢哋真係嘅方案係點樣啊？我而家都未有資訊噶嘛。你有冇同樓上嘅業主或者係裝修師傅去溝通過？冇嘅，呢從來都冇主動聯絡我嘅，亦都從來亦都冇主動聯絡管理處。即係我都曾經試過問管理處，即係譬如成個過程之中啊，佢哋有冇交代啊？即係打爛咗天花，有冇通報俾你哋聽啊？嗰啲全部都冇。好無奈咯，無助咯，但係即係有好多嘢自己又安排唔到咯，即係唔敢安排住咯。今次嘅裝修事故，由於屋宇署係向樓上單位發出恢復原狀嘅命令，所以理論上成個維修費用可能由樓上單位負責。但譬如係假天花燈具嘅裝修費用，仍然需要施小姐自行承擔。所以大家遇到類似嘅家居裝修嗰陣，都不能夠掉以輕心，因為發生事故唔單止會造成雙方生活上嘅困擾，隨時仲會影響他人同樓宇安全啊！